王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快坐，快坐！哎呦，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？现在啊，也只能凑合让你来当我的军师了。怎么了？赵王，昨天在福源寺，我与九王接头了。皇上发现了？皇上倒是没有看见，但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怕是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所以昨天从福源寺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特别焦虑。娘娘，你真是糊涂啊！那皇上对你说了什么吗？他只冷冷地跟我说了4个字：起驾回宫。之后这一路上，一直回到宫里，他一个字儿都没吐出来。娘娘，皇上这是在等你自己表态啊。好不容易换来的帝后和谐，不能这么毁于一旦啊！与其在这猜来猜去的，不如去大明宫跑一趟，啊！皇上，此次这是九王让臣随他去福源寺见皇后娘娘，唯有臣的出现和臣带来的消息，才能稳住皇后的心。这说明他们之间确有嫌隙。此次至暗中将你从云溪调回圣都，他们可有所怀疑？依臣所见，他们并无疑虑。臣说是臣的亲信护送臣出了兵营，此事无人知晓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他们都谈了何事？皇上，正如您所料，他们要在北漠对您下手。你是朕最信任的人，为南下朝屡立战功，到时候无论如何，朕都会对杨延网开一面的。谢主隆恩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明日你便速回云溪，定要全胜而归。至于救王后、皇后的事，朕早已有了打算。待你大胜归来之时，便是朕的计划开始之时。听强公公说，皇后已静候多时了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多久都是应该的。皇后等了那么久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。那天在福源寺，除了杨延，我还见了别人。是吗？还见了谁？杨玉。您都不知道，杨延和张玲玲实在太不懂事儿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要闹离婚。杨将军害怕了，怕我知道了，以为杨家欺负我妹妹，特地从圣都跑回来调解。喝茶。然后，我见了九王。九王爷在，他也是请你去开解杨延和张玲玲的。不，他是来开解我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段时间我因为您，心里满是伤心和委屈。你伤心？九王殿下说，现在帝后和谐不过是个假象，不过是皇上为了稳住江家做出的样子罢了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是何意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，只有爱和不爱，没有可怜不可怜。您说您可怜他，但我觉得您对他的可怜，就是对我和江妹妹的不尊重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别让人家名不正言不顺，干脆给人家一个名分。看来，你对朕的做法很不满。也不是不满，只是有点小伤心。朕想问你，如果江氏不存在，我们之间是否还会有那么多嫌隙？不会了吧？谁不想让皇上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？也许是鹏鹏奢望的太多了。张鹏，明知道你每次说的都是假话，可是朕却都强忍着怒气。这次朕不想再听了，去见九王，去开解杨延和张玲玲。
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先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？你去，你，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了，这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，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你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牵扯你和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。我忍够了，够了！我忍够了！我不想再忍了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朕今天就要杀了你！皇上，我说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你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编了，朕是在揭穿你。不是想再听你说谎。秦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你是朕的皇后，你是朕的结发之妻。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，都是名正言顺的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您在想？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儿，瞎说什么呀？好好好，不提不提。娘娘您继续想，奴婢先走喽。哎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想问你。娘娘您说。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还会再来找他吗？强迫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奴婢没经验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。如果朕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，想去看看他，你说他能谅解朕吗？皇上，您可是95之尊的皇上呀，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。就算要是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您对他的雨露恩泽，他会感激您的。朕是说，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，他能不能谅解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那就不会了。那如果这个人带着10万分的歉意去见他，会不会得到原谅？那得看是什么情况。皇上驾到！他竟然来了！绿莲，你快看一下，我这打扮行吗？娘娘，您的气色好极了，包括您穿衣打扮呀，也都美极了。您快去见皇上吧。皇上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屋啊？朕觉得进去说话不太方便，就在这里说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朕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是朕的皇后，朕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可是朕不喜欢强求别人。做都做完了，
说这些不觉得太虚伪了吗？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，是非分明，所以朕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再也不会做出违背你心意的事了。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？朕想知道，自然会知道。朕想告诉你，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，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。从今日起，朕会用尽一切方法，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，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。从即日起，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，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，更要与你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